田打照咧係10年先至一次大搞嘅，我哋成家人咧對大戲就冇乜興趣啦，主要咧都係入嚟當係行夜市咁去掃下街食下嘢。去伴隨住節奏而製作嘅一個雞蛋仔。臭唔臭啊？臭啊！普遍我哋揀中嘅一啲小食咧，大概都要成30蚊至到40蚊一份，食物嘅質素都冇交行貨嘅，都係好食嘅。咁我哋去咧已經係1連7日嘅最後嗰日啦，仲要係夜晚先至入去，所以咧現場係極度多人咯。同埋有啲鋪頭咧，第一 round 如果冇排到咧，第二 round 再去嘅時候咧，好多嘢食都已經賣晒啦。咁總括嚟講咧，因為佢有戲棚嘅佈置啦，而佢食物質素又唔錯，咁所以咧當日嘅氣氛係一流嘅。唔知道主辦方會唔會因為今年嘅人流咁旺而下一年咧都會繼續大搞呢？喂，睇到嚟呢度你仲唔 subscribe？快啲訂閱我 channel 撐下場啦！